講解一下商品房同公寓嘅分別，仲有房貸利率同埋供款嘅選擇，記得要睇晒啊！商品房即係住宅，面積大概80平方米起，即係800尺至到過千尺，間隔4正，通常都會係2房至4房，亦都有大平層半複式，每一層嘅伙數比較少，兩梯4伙比較多，亦有一梯2伙，視乎樓盤設計而定。以珠海為例，總價80萬起，單價8000到過萬一平方，而公寓面積比較少，但係樓底高，所以發展商設計多以複式為主。不過單價只計一層面積，即係買一層送一層，每層伙數比較多。以中山為例，總價30萬起就買到一個平層公寓啦，單價大約1萬一平方。屬性對比，商品房係70年住宅產權，民水民電低物業費，多房設計純住宅社區，附近亦有學校，即係學區房，適合有小朋友嘅家庭。揀住宅一定要揀翻附近交通、生活配套成熟，將來轉手目標人群都係家庭為主。公寓係40至50年商業產權，商用水電物業費較高，多為開放式、複式靈活結構，有啲公寓只可以用電爐，不能夠明火煮食。商業配套成熟，適合單身公幹人士。揀公寓一定要睇翻附近商業圈夠唔夠成熟。除咗自住亦可放租，如果自住又應該點揀呢？住宅產權長，但係總價比較高，不過房貸供款年期相對比較長。住宅附近嘅生活配套，例如街市、學校、醫療交通配套都比較完善，適合多人家庭、移民退休。公寓產權短但總價低，預算唔多可以選擇公寓。空間靈活，商業配套成熟，適合單身、小家庭、公幹放租。中意複式嘅你不妨考慮一下。投資價值方面，住宅呢就要睇翻佢嘅周圍配套，配套足升值潛力就會比較高。放租俾家庭呢租金就會比較穩定，尤其係學區房。以珠海為例，樓盤嘅價格睇翻近唔近港珠澳口岸，附近嘅關口樓入手門檻比較高，人均家庭質素亦較高。而珠海一路向西區發展，買唔買到平靚正嘅樓就要考眼光啦。公寓回報率比較高，適合短租經營，總價低門檻低，而且有好多發展商都會託管放租，發展商會將佢轉型成精品酒店，例如附近有華僑城或者遊玩配套，就會多家庭短租，投資者可以多一個選擇。亦有好多單身人士都會一層工作，一層自住，非常靈活。跟住就到房貸政策，住宅嘅首期係總樓價成半到2成為起點，最長可以做到30年，年利率呢現時1年期係3個巴仙，2019年到2024年1月，5年期嘅貸款利率都維持係4巴仙以上，2024年2月去到2025年逐步調低，直到2025年2月，5年期以上貸款年利率係3.6巴仙。現時大多數樓盤房貸年期做到供款人嘅65至70歲，即係而家40歲，用70減40等於30就係可以分攤嘅供款年期啦。公寓嘅首期係總價嘅一半，而最長嘅供款期係10年，而利率方面就係基準利率加固定點差，因為商業嘅因素同埋供款期比較短，所以利率會比較高。例如一個40萬嘅單位，首期係20萬，10年嘅月供每個月供款係2100左右，如果每個月租金可以收翻2000蚊，即係等於俾完個首期就唔需要再供款。當然如果有充足嘅資金都可以俾多啲首期，供款壓力自然減低，亦都可以慳息。房貸可以揀固定利率或者浮動利率，當市場利率上升嘅時候，固定利率維持不變，例如選擇30年供款期，同埋長期持有房產比較適合。浮動利率適合貸款年期短，打算短期持有房產，靈活性高。當利率下調嘅時候，亦可以慳息。部分銀行提供混合型方案，例如頭3年係固定利率，之後轉為浮動利率，詳情可以向銀行查詢。跟住就到等額本息同等額本金，等額本息嘅供款比例就係前期先還利息，後期先至還本金，供款金額固定，還款壓力比較少，可以穩定現金流，但係總利息比較高。等額本金係遞減還款模式，償還固定嘅本金，再加餘下本金產生嘅利息，前期嘅供款比較高，後期逐漸減少，總利息相對更低，適合提前還款。現時供款滿載1年，大多數都可以申請提前還款，金額由1萬倍數起跳，重新計算利息。當現金流比較鬆動嘅時候，就可以申請慳息當儲錢。詳細情況可以向翻貸款嘅銀行諮詢，另外都可以選擇一次性付款，優惠仲多啲添。今次講到呢度，記得讚好同分享，多謝你嘅參與，期待與你見面。